保險加信託嘅神奇功能。保險同保險信託聽落好似差唔多，但對高淨值人士嚟講，其實分別好大。保險係保障同財富放大嘅工具，能夠喺指定時間俾受益人一筆資金，確保家人生活無憂；而保險信託就係將保險嘅賠償金交俾信託管理，按設定嘅規則分配，避免資金一次過俾晒指定受益人。舉個例，假設你有一張$1000,000嘅保單，直接受益人係子女，理賠之後佢哋可以直接攞到呢筆錢。但如果佢哋冇乜理財經驗，可能短時間內就使晒，甚至俾第三方債權人追債。但如果呢張保單係放喺保險信託入面，賠償金就會由受託人管理，按你設定嘅規則逐步發放，確保子女長期受益，同時規避債務同婚姻財產風險。所以保險解決嘅係財富倍大，而保險信託就係財富安全傳承。如果你希望財富代代相傳，合理利用保險信託先至係智慧嘅做法。